中国的白纸运动满一冬哦，当初参加抗议的人士是表示讲，阁有上百个示威抗议的民众互掠走，目前阁无消无息。有一寡流亡海外的少年人是讲，因会继续伫国外来推动中国的民主运动。也毋过，伊嘛认为讲，现阶段想要中国改革是真困难的代志。 去年11月2日暗时，中国上海俄罗斯在钟楼附近开始组织示威的民众，所落来就爆发碳甲全国的白纸运动，更加引起全球社会。今麦事件发生1周年，同一个所在地点的民众已经恢复正常生活，人来来去去的大路，明显能看到正派警力巡逻。 那迄当时超过100名被逮捕的示威者中，有人到呾犹原是下落不明，有人经过严重的心理创伤，也有人为了人身安全被迫流亡海外。In China, you will feel more like personal safety is being threatened. For someone like me, living in exile, living abroad is another kind of sadness, another kind of melancholy. 中国民众举白纸示威，当初是要抗议迄当时严格的新冠疫情防控政策，造成新疆俄罗斯一个社区大火延误救援，死伤惨重。后手却演变做对中国政权的大规模示威。 真侪中国少年人表示，这场运动正做因政治的启蒙，就算流亡海外，也要继续推动中国民主运动。也有一寡人也坦白讲，虽然中国终止清零政策，政治改革又完全困难。I think we have shouldered a lot of pressures on us to change the policy of the country, whether you are in China or abroad. 白纸运动的时，包括警察逮捕23个外国走出中国。今麦流亡德国的黄义成，伫1周年的时阵，伫德国的厝内点蜡烛，亲自写口号纪念。黄义成的家人目前犹原互中国政府监控，因毋茫透过媒体，互更较侪人知影，中国也有真侪人为着自由民主做出真大牺牲。公司新闻两岸编译。